上文所讲的，你要有一个末定事项，即为菩萨啦吼。因为你不能得相，你有这个菩萨当然你无有这个特殊，当然咱大师傅伊证到的各位虽有差别，但是这个这个差别即是无差别。迄个差别是无，因为你头前修违法啊，这个差别是世间的行业。就我拄则讲，咱今日修学课内底有真人，有老真人，但是有一切的差别位。但是因为这群人呐，咱会当修法，因教的位拢无差别。毋过呢，今仔日毋是讲你今仔日离官位，但是你无修有法，你正嘛会当正行迄个位，所以佛陀已经甲你讲足清楚了吼。所以修随同所证的果，行为不同，见乎千七无异啦。因为因依有异，因此所以误离俗嘛不同。在无有正道圆满的第五条，必然要有一个差别相。咱拄则讲一个差别相吼，十住、十行、十会啊。这要甲咱做一个比喻啦吼。十住、十行、十会向，这个菩萨拢叫做差别啦吼。十地菩萨、初地乃至到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这种叫做差别位。菩萨有个差别位，但是拢爱依着违法，一直咧强调这个违法吼。二修二证的差别，这个差别即是可以讲，伊阿边讲可以讲，无差别，这个差别即是无差别。而世间法的差别，拢未显示在方便的安尼。所以呢，你会当义务的拢是无差别吼。所以因为你有差别相，你不可处，所以当三元菩萨证的什么果呢？一处你若有处就错啊，随着变化有一些物件，可能这就开始了，就有违法了。怎样错呢？你不能说如来有三面菩萨，三面菩萨，什么法不能这样说来就是对。你袂使讲如来有一个物件好得，那就什么问题？你袂使讲如来有一个法可说，虽然伊说法，这是一个方便的安立法，但是伊拢讲的叫做无违法。什么叫做违法？因为应众生的意义，用众生的方便而来说这个法。众生因为破病，我需要这个法律；众生无病，我嘛无需要这个法律。就应众生的需要而说，不能这样说来都是错啦。所以说，该违法，该以无为而违法而有差别。所以有差别，现为菩萨，现为菩萨，但是结果拢就是义务一直咧强调这个物件。而修正所得的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无，等下我写有写啊，拢叫无差别。无差别中的差别，但叫做不可处、不可说。一再解说，无有一个定可说。那安尼，你成就就叫做清净的信心。后边这个叫做清净信心。所以头前